打发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。我们知道很多客家庄都在那个山坡上，所以客家人很喜欢爬山。老师今天带大家去爬山了，怎么说呢？爬山就是去爬山。星期六我要去爬山，你要去吗？跟我念哦。礼拜六我要去爬山，你要去吗？再来一次哦。礼拜六我要去爬山，你要去吗？你要一起去吗？你要去吗？好啊，好啊，我要去啊。不过就是不过，但是我要先去买一双球鞋，我必须先去就是先去，买就是买一双球鞋。球鞋就是球鞋，对了，好啦，那没关系，我陪你一起去啊。跟我老二共下去呀，共下就是共下 ，together 一起的意思。跟我老二共下去呀，对了，很好。好，我们请到的是媒体先生陈立宏讲客家话给你听哦。礼拜六我要去爬山，你都共下去吗？好啊，不过我要先去买一双球鞋。跟我老二共下去好吗？好啊，安康，安拜。大家知道吗？陈立宏先生的补纽就是老婆，就是客家姑娘呢，所以他应该把这句话练得很熟哦。我陪你一起去，跟我老二共下去呀。对了，安吉 C， 下回聊喽，拜拜。